Hello，大家好啊！Super 聖誕開倉清貨6、8折啊！咁啊，全部任揀啦，有男裝嘅 LUC 系列啦，有啲經典賽車天梯紋嘅膠帶一圈嘅轉，咁仲有啲帝國系列啦，比較硬朗嘅，有啲女裝嘅手錶，呢啲就係 Happy Sport 啊！咁啊，有2層夾心喺度，個玻璃有揈下啲鑽石啦，就係呢款啦，就唔會刮花個錶面，入邊有啲鑽石可以喐下嘅。咁呢隻咧就 Happy Diamond。咁之後再同大家睇下側邊有2隻呢啲珠寶系列啦，方石啊，個價錢好貴下嘅。咁之後再同大家睇下呢啲卡式款啦，呢隻 LUC 系列嘅8日鏈。錶圈有句説話叫男戴伯著女戴小講，其實啲男裝款都好靚嘅。呢隻18K 金全自動機械錶咧做得好薄啊。咁最後 Eric 呢度派張宣傳單張俾大家，1萬蚊有500蚊折扣啊！咁或者係報上呢個 Xmas YT 就有呢個優惠啦。咁最後仲可以登記我哋嘅名錶會啦，用電話咧掃呢個曲，咁啊簡單登記少少資料，然後就可以儲分噶啦。多謝大家，拜拜。